我相信如果早一点来参观的这一个好朋友啊，心里一定是充满了感动，因为老天爷虽然这个给了我们这个林先生、我们林老师有一些挑战，但是同时把改变开启了另一扇窗生命，因为发挥了他艺术的创作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相信这个才不一样。林老师应该也接受了非常多的但是他没有放弃。在熟悉的树瀑布，也是一样，慢慢一点的累积起来。刚开始的话也是很困难的，但一点，慢慢的话，20几人了，从第1人、第2人、第3人到20几人了，慢慢这样累积起来。不要怕，很多事情真的只是过程而已，你过程熬过去了，就海阔天空了，就找到可以发挥的历史的，像我现在一样，好像到处跟车一样。辛苦或干，人生就是这样，只要你不要放弃，就有希望。今来北港拜妈祖，来遮佚佗嘛，希望讲咱所有遮乡亲啊，会当来咱北港文化中心来看咱老师的这个作品啊，老师在不在？在。